兄姐妹平安，平安。平安。我们来练习今天的回应诗，是为了爱。平安君王谦卑来到世上，明亮善心，照亮渴望的心。小小婴孩是尊贵的君王，耶稣降生带来爱和盼望，是为了爱。亲爱耶稣降生在马槽，是为了爱，背负重担让我的平安。谢谢天父赐下生命的礼物，谢谢耶稣以爱带来救赎。我们敬拜亲爱耶稣，你就是爱和平安，充满感恩，欢庆圣诞，因为耶稣为拥抱我而来，是为了爱，是为了爱。亲爱耶稣降生在马槽，是为了爱，背负重担让我的平安。谢谢天父赐下生命的礼物，谢谢耶稣以爱带来救赎。接下来我们来练习新歌，好喜欢与你在一起。谢谢你牵着我手，高山低谷陪我走，从不放弃我，真诚爱我接纳我，一起做梦一起笑，一起敬拜和祷告，一起庆贺这个生命的奇迹。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分享生活，分享爱，没有批判和论断，心完全敞开。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分享生活，分享爱，没有批判和论断，心完全敞开。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那我们练习到这边，那弟兄姐妹们，请我们先来预备心，安静我们的心，来等一下来亲近主，敬拜主。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心得力。他们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弟兄姐妹们平安，平安。很高兴我们又再次相聚在圣殿中，一起来亲近主，领受主的话语。那现在请弟兄姐妹们一同站立，我们用歌声、掌声来敬拜我们的主。
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生命，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我们的生命，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哈利路亚，感谢主，将这荣耀归给我们的主。主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之帮助，我们紧紧跟随主，永不离弃他。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名围绕我到永远。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我的诗歌，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
坚固磐石，我信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我的盼望只在乎你。哈利路亚！我们再一次将掌声献给我们哈利路亚！阿门。我们的神，他是大有荣，他是充满大能、充满荣美的神，无人能及。感谢神一直与我们同在，我们在风雨、在困顿当中，他永不离开我们。让我们用歌声来向他献上感谢。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荣美君王，我心向你歌唱。以马内利，风雨中有盼望，荣耀同在，平静安详。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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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大能无人能及。神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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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风雨中单单仰望你。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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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大丰美无人能及。神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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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光中单单仰望你。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荣美君王，我心向你歌唱。以马内利，风雨中有盼望，荣耀同在，平静安详。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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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大能无人能及。神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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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风雨中单单仰望你。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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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大能无人能及。神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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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风雨中单单仰望你。再次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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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荣美无人能及。神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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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光中单单仰望你。感谢主，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与我们同在，无论我们在怎样的境况，都有从你而来的盼望与平安。主啊，我们把生命的一切都交托在你的手中，软弱的部分求你加添力量，忧伤苦闷的时候求你亲自来安慰，身体遭遇病痛的请你亲自来医治。主啊，你也把我们的教会、会友、同工都交托在你的手中，愿来保守教会目前的聘牧作业能够顺利，也保守教会各团契的运作，各样的事工都有你的带领，都能够蒙你的祝福，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让更多人能够认识福音，
让他们生命也能够因信靠你而得救。孩子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不是你祷告，啊？有啊，祷告完了。哦，祷告完了。好，好，好。那我们翻开圣经哦，圣经约翰福音第10章1节到第10节，我来攻读上帝的话语。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们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他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以上。现在请陈牧师来证道，他所要证道的题目是约翰，他有牧师的一生。大家平安。我们今天是代降节的第3个主日哈。我们看到我们的讲台前有点着3根的蜡烛哈。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这个圣诞环的中间总共有几根蜡烛？5根，对不对？好，
这中间一根代表是耶稣基督，我们到下礼拜我们就全部都会点亮啊。那这4根，其他4根是代表希望、和平，还有喜乐跟仁爱所以我们今天除了是代让节以外，也是总会所定的退休牧师、传道士的奉献纪念的主日都在12月的第3个礼拜。那希望能够唤起我们敬爱牧师的精神跟行动所以今天牧师要用牧师的一生为题跟大家来思考成为一个牧师的人，他的一生所当走的路牧师也是人，对不对？他不是神他有他的缺点，他不是全能的 Almighty God， 只有上帝才是全能的神。所以有时候我们来思考说，牧师这个角色，他是一个工作呢，是一个职业呢，还是一种呼召？曾经有一个以前我们会过的一个执事他跟我说牧师你用台语跟我讲我牧师你这牧师做不菜了所以你当牧师很可惜我说哪里可惜？说你口才这么好，你如果来做生意一定怎么样？这个业了意思说我如果去做生意人一定会赚大钱的。我说你知道吗？我为什么会成为牧师？因为我知道我成为牧师要成为一个有意义的人比赚钱还重要要不然我早就去赚钱了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一生以我自己当成为一个牧师为荣，是神的对我的拣选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第一个，牧师是上帝所拣选的人我们知道牧师的工作容不容易？我们不知道看过几个牧师我刚刚第一场礼拜结束以后碰到一个弟兄他说他的姐夫也是牧师退休了已经90几岁，在加拿大也姓陈了我说那个牧师我听过年纪很大了。他说他在我们这个教已经一甲子了，几年？60年我说那你这样经历过好多的牧师，对不对？应该从陈忠信牧师开始他已经在我们的教会了经历过好多的牧师在我们的教会牧养。有时候我们看牧师的表面好像牧师好像很轻松是不是？他一个礼拜顶多一场或者2场的讲道我看我们现在教会也没有家庭礼拜只有祷告会啦还有一些的读经班大概顶多大的教会可能4、5篇跑不掉但是如果碰到有丧事喜事那又不一样了好，可是你知道吗？当一个牧师他要面对不同的年龄，我们常常讲说老少咸宜啦。你对年轻的、对小朋友要讲童言童语，你要讲他们听得懂的，不容易耶。我还年轻的时候，我小朋友都很喜欢我，渐渐的我年纪大了，年轻人不一定会找我了，然后可是当牧师是不一样，我也是从年轻开始，就要面对不同的年龄。对成人来讲，你要讲他们听得懂的道理；对主日学的小朋友，你要讲小朋友听得懂的话。所以牧师跟大学的教授应该不太一样。如果一个牧师在一个教会待了10年以上，你知道他每一个礼拜至少他面对一样的会众，你可以重复讲其他都一样的讲篇吗？讲道吗？不可能。那教授可以他只有他的讲义
因为会面对不一样的学生，顶多4年啊，就换一批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他的讲义可以稍微更新一下，可以再用。我常常讲，当然当教授也不容易啊，他至少要念到博士的学位，还能够当到教授。好，那要怎么样准备一篇的讲道篇，能够适用于各年龄层的会友？你看我们在座，我们其实是华语都大部分都年轻人，然后大概我们的思想都比较近。可是如果大长的礼拜，每一个人的背景也不一样，可能他的教育程度也不一样，你讲太深，可能那些他没读册，没有念过受过教育，他可能听不懂。我记得以前我的母会在彰化田中，有一个张德启牧师张德启牧师，那个时候他很年轻，他也长得很帅啊，哇！然后可是我们教也是这样子，有一个阁楼，有阁楼上面可以坐人，然后他每次讲道都在看时钟，这样子，他都不敢看我们会众。我有一次跟他比较熟，我就私底下问他，牧师，为什么你讲道都在看上面呢？是不是看说时间超过了吗？他说不是啦，我会紧张啊。他说他会紧张，所以不敢直视会众。你知道吗？可是一个演讲者，一个讲道的人，我们以前在神学院训练的时候就讲，你要能够四目相接啦，你要看到会有的反应，你不能只是把你要讲的这样念出来就好了，而是要从你心里面去讲一篇的道理。所以讲太前，让一些知识分子觉得说牧师你举那个例子都太肤浅了，所以容不容易啊？真的不容易啊！然后牧师的工作也是全天候的，我们常说 7-Eleven 其实以前 7-Eleven 是7点开到11点了，早上7点开到晚上11点。后来呢，夜猫子越来越多了，干脆怎么样？24小时的。所以我们现在24小时用 7-Eleven 来替代。真正的原因，他们统一那个超商原来是从早上7点开到晚上11点，所以才叫 7-Eleven 所以牧师也是一样，他需要打卡吗？牧师要打卡吗？可能干事要了因为他有上下班制的。以前我在大一点的教会都有干事群，他们必须要打卡，那牧师没有，因为他没有下班的时候。我自己也有办公室，我也要带领我的干事群一起灵修，然后我们一起做一些的分享，然后一些的工作的提示，一些的报告，然后就各自回到自己的岗位，然后我也回到我的办公室处理一些的公文或是做一些事情，然后我就开始忙我的事情了。有时候要出去探访，有时候要去关心住院的会友，或者出去开会等等。所以牧师是全天候的，他有时候遇到会友生病住院，有时候半夜电话会来呢。那个时候已经差不多12点多1点多了，牧师你赶快来医院啊！我爸爸我妈妈已经不行了，我接到电话就赶快，我不能说我在睡觉你不要吵我，可以这样吗？不可能啊！随时随地你要待命 stand by， 就赶快去医院去关心，去为他代祷，甚至如果他在医院临终了，你看还要联络那个礼仪公司的人来，然后再去殡仪馆，到处理完了，回到家都已经快天亮了，这些牧师通常不会跟大家报告的啦，我们看不到，所以他是随时待命，你看嘛，白天他要工作要上班，晚上不是聚会就是要安排去探访。那牧师的家庭也是很受注目的嘞，
牧师都有家庭嘛，哦，如果有结婚的话，好了，牧师娘要能吃苦耐劳，不能穿太漂亮，穿太漂亮说哦，牧师娘爱喜花，爱华丽奢侈，可是也不能穿得太俗气呀，是不是？雅琪亚不也夜市买的，人家一看就知道啊。当然不是都要穿名牌带名牌包，然后牧师娘也不能多嘴的，搞威了你懂吗？可是也都不能不讲话呢，这我是那 A 告了，像哑巴一样都不会讲话，真是很为难啊，对不对？好，在美国一个基督灯塔报曾经登过一篇的文章题目叫《十全十美的牧师》啊。这文章说，在经过数百年挑选之后，终于找到一个模范的牧师。我们有模范父亲，对不对？模范母亲嘛，有没有模范老师？也有，对不对？那个标准是什么？随他们定的。他说经过数百年几百年不知道，可终于找到一个他的。这个模范牧师是怎样？他的表现就是讲到刚好30分钟，不会太长，也不会太短，太长，人家说牧师你讲太久了，好，这个是要训练的好，讲到的时候他会从圣经里面指责众人的罪，可是却没有伤到大家的自尊心因为有些牧师会在台上把讲台当成炮台，你听过这句话吗？公开骂人，你怎么这样人家听都很难过所以这个牧师不会，他会指出你的错，可是不会伤到你的自尊心。好，那这个模范牧师呢，他从上午8点一直工作到晚上10点，真的是 7-11他不但要讲道，也要照顾羊群。然后美国人他们是以前是领周薪他的周薪大概100块的美金可是他的穿着很好不会随便乱穿，然后也定期买好书来读，开的也是新车然后每个礼拜要捐30块的美金给教会以外，任何有需要的事工请他捐献，他也不会拒绝。他大概只有26岁，很年轻，对不对？可是他已经传道30年了。听到这一句就怪怪的26岁，可是他传道30年了他身材高大，可是也很矮小。他既风趣又英俊，然后热心青少年工作，可是又全时间来照顾老人很矛盾吧那每天他会访问15个信徒的家庭，尽所有的时间去鼓励不热心的信徒，让他们能够重新火热起来更妙的是，这个牧师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办公室。有这样的牧师吗？请问，这样的牧师有没有存在？当然不存在嘛，这是一个很讽刺的一个文章这告诉我们说，一个十全十美的牧师，我们是不可能找得到的。牧师有他的专长，有他的特点，他有他的个性，对不对？有人比较强项什么，有人比较弱项，一样的。他没有一个，他不可能十项全能对不起。所以事实上，一个人献身当牧师，都一定有一段被上帝拣选的经历，就是被上帝呼召他，不是他个人的选择我们看约翰福音15章怎么说？来，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了。所以不是我们选择神，是神拣选我们。好，所以每位牧师的
献身的背后，都一定有上帝的宣召。因此，做牧师其实也有时候一些的苦我们看不到，只能往肚子里面吞，也会遭受到许多的批评、攻击，你知道吗？牧师以后讲话，可能没有这个意思，可是别人会错意了，他就开始误会你、攻击你，你也很难接受，可是他仍然要忍受，尽忠职守的在他的工作上面，因为牧师是上帝所拣选的人。第二，牧师也是受上帝差遣、差派的人。我们知道，每一个牧师他都必须经过神学院的训练，神学院毕业以后才成为传道师。比如说我们长老教会，我们要被总会、传道委员会来分派，要抽签呢，就好像当兵一样。我们当中有弟兄去当兵的，我爱抽签嘛，抽考啊。有些人抽到金马奖，什么叫金马奖？金门、马祖、外岛啊，哇，很多人抽到那个签都觉得哇，糟糕了，要去很久呢，不能回家，所以你不知道你要去的地方，我们也是一样，神学院毕业的时候就要抽签，然后派到某一个中会，中会在传道部再派你去申请的教会。我们以前也有传道师来过嘛，对不对？他也没有选择，也是中会派他们来的。我自己也是一样，我在1986年，今年2024的好久以前了我读完神学院，我念5年，因为我是二专毕业，所以必须念至少5年。我毕业以后，我就也是抽签派到新竹中会。然后中会就派我到龙潭教会，那是一个客庄的地区，也是一个客家教会，他们现在已经属于客家中会了大部分都是讲客家话比较多。我刚去的时候，长老会带领，他是一个老师他会带着我去探访，因为不认识会友嘛，我就跟着他，拜托他带我去。那你知道吗？客家人，我们做礼拜是用国语讲的，然后还有翻译，翻成国语，有时候翻成台语，也有一些闽南人也有原住民的，也有外省人，都有，就是组成的分子比较多元然后他们客家人在一起都会怎么样？开始讲他们的自己的语言，很自然啊。我就在旁边听，你听得懂吗？听不懂真的。然后我说鸭子听雷了，听雷鸭子听不到雷的声音，听不懂。后来这个长老讲你不好意思，传道那个时候还传道你听不懂说没关系，你继续讲我学着听，你还是听不懂，真的还是听不懂，那一定要学。后来我就打电话给当时在竹东有一个客家宣教中心的一个邱善雄牧师，已经不在了，回天家了他是我大哥的一个好朋友我就打电话，邱牧师，我可不可以去找你学客家语？可以啊，你来我家，你来我这里住3天我就简单的心里就去找他这3天他就开始用一个教材教我。那个教材又是一个加拿大的宣教师，叫麦利道牧师，外国人，他编的嘞，你知道吗？我第一句会讲的客家叫做“风条西面神走”。我们当中有客家人吗？刚刚你是那你知道我现在讲什么吗？风条西面神走表示我讲的不标准。花桃西面讲完了，10周了，神走。客家总共有6个音，我们闽南语有8个音，我们如果读过白话字就知道。我说为什么用这句话？他说客家人很吃苦耐劳，
他们通常都要到山上去，到农田去做事这些的。所以像日本人一样，他们早上也不会吃粥稀饭的，有没有？很少吃稀饭，都要吃干饭，才吃得饱啊，才有力气啊。那什么时候才会吃稀饭、吃粥？生病的时候，懂吗？生病的时候，因为吃不下啊，只好吃按摩呀，吃清粥啊。哦，有时候我们要吃清粥小菜，很好吃，对不对？可是他讲的是风调西面神走，你要花桃西面啊，用喜乐的心啊来吃稀饭。哎，这个是一个，所以我就开始学，你知道吗？哎，客家话其实不难学的。哦，它有些音很像，你如果讲的不准，就会变样了。就像我们台语也是一样啊，亚收尬喜郎啊，差不多不要说亚收尬西郎，有没有？真的啊，像客家话有捏拱、你拱、你拱，哎，捏拱就是月光啊，你拱就是喜康，捏拱就是蚂蚁哦，意思很像，就不一样啊。所以我学了3天哦。其实也没有学很久，就是早上大概2个小时，下午大概2个小时，然后其他时间跟邱牧师泡茶、聊天，然后他带我去走一走，探访啊什么这样，看看客家的那个一些的文化。3天我就回来了，我就开始读了里面的教材，然后就找我们的长老就开始用客家话讲，我如果讲错了，他们会纠正我。半年以后，我就用客家话讲到了，很加厚大哈，很大胆。然后那一次，我记得我讲完以后，我们的长老过来说：“牧师，你今天的讲道，那个腔调很像外省人的腔，外省人在讲台语也是一个腔调，对。”我说：“不错的啦，啊，你们听得懂吗？”会啦，因为有一个腔调啦哈。啊，你们给我打几分？90分哦，不错了，不错哦，很高了啊！所以那是我第一个牧养的教会——龙潭教会。2年以后，1988年，我就被桃园江南教会请我去当他们的音乐牧师、教育牧师哈。然后大概只有3年时间，不过我在那边学很多，因为有团队嘛哈有主任牧师，有其他的牧师，我们有3个牧师一起同工。那也是一个我年轻的时候很精彩的一段哈。然后到了这个那个几年呢？到了1991年哈，那是1988年。1991年我就被第一教会台北第一教会的第3礼拜堂来邀请我，就是现在的荣兴教会去牧会，我也。然后在1997年，我到台南太平经教会。你知道吗？这个教会人数很多，是台湾第一间的教会。马雅各牧师，我们这边是马街嘛，马雅各牧师在1865年就来台湾，在那边设立第一个教会。然后当时的牧师叫做戴新德牧师，他从加拿大回来，然后回来3年，他觉得因为人数信徒大概400-500人啊，靠他一个人他没办法。光喜事、丧事，特别是丧事更多，他根本应付不来。他有一次就来找我了，特别上了台北说：“一致啊，你得给外面叫我的名字，你下来帮助我，忙不过来啦。”我说：“那牧师，不好意思，我刚续任过，那个时候一任3年，可能没办法答应你。”好，他帮我算时间，又过了3年，他又再打电话给我，他说：“我真的忙不过来。”光丧事喜事就太多了哈，好，我就祷告，我们全家一起祷告。那时候小朋友也出生了哈，然后我就用顺服的心，好，我就答应台南太平间教会在那边当他的副牧，当教育牧师，来训练，所以这7年当中，我也学了很多了哈。好，时间的关系，我不能讲太长。然后我又后来到高雄新兴教会，也是邀请我去当主任牧师，然后经过6年以后，又回到台北来中心教会，
后又到双园，到2022年我才进城退休了。所以我的牧会生涯大概有36年了。那这个当中不是我可以拣选，我都用顺服的。神，你的呼召在哪里？我就受你的差派，到你要我去的地方了。好，这个就是这一节，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念这个歌词啊，在圣诗里面了讲我可亏单马不永外地灰，不用自己的知识要拣选要去的地方，只有得到主的智慧引导来走适当的路。主你喜欢牵着我，就能够稳当，都没有错误。好，这是我的心路历程了。第三个，牧师的意思，牧师不是外人了。我不知道我们把牧师当成什么？我们常常会想说牧师只是一个过客啦，他可能几年以后又会离开了。他不会一辈子都待在这里啦，是不是？有没有这种想法？有牧师受聘到一个教会也不是那么要经过很多的关卡。好，第一个我们现在有聘牧小组，对，我们待会就要开会，聘牧小组要去寻找觉得很合适的，好，我们就经过小会，然后通过请中委会派人来拣选，有没有？我们要经过和会员和会的拣选，要2/3以上的会员出席，然后出席的人数要2/3以上的票数通过，算门槛蛮高的然后才来就任，然后就任的时候呢，中会的议长会来主持，和一些牧师誓约，然后接下来就是对会员的誓约，有没有？大概议长会问说：你们已经聘请某某牧师成为你们的牧师，你们要诚心的接纳他、敬爱他、体贴他，为他祈祷，与他同工，来兴旺上帝的国度，也要供给就是提供他生活上的需要，使他更能有力量在受托的事工。你们愿意这样行吗？有没有？还不记不记得？好，我们会说什么 ？Yes, I do， 我愿意。跟结婚一样嘛，也要誓约。好，第二个议长就问我们他用上帝的道理教导你们，劝勉你们，培养你们，照法规来料理教会。你们应当谦卑来承受与顺服。你们愿意这样行吗？我们会说我愿意，是不是？好，所以牧师就任以后，他就是我们这个属灵大家庭的家长不管他年纪多大，这就是我们的大家长。他会关心每一位会友的属灵的生活，他也会了解每一个会友的个性就像约翰福音我们刚读的圣经第4章第2节，我们来念，来，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见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字叫自己的羊，把羊怎么样领出来这表示说，牧师的职责就是要牧养上帝给我们的羊群，按着上帝的旨意去照顾他们，喂养他们，不是出于勉强，是出于甘心乐意，因为羊听得出牧者的声音你知道吗？所以成为牧师也是要去了解每一位个性，会友都不一样耶稣用这样的比喻，就是来用人来比喻，好像羊一样。其实我们的个性跟羊很像。羊有时候会离群而所居，有没有？耶稣曾经比喻有一个100只羊的人失落了一只，有没有？他把99只放着，然后去山里面、去溪谷里面去危险去找那只羊，有没有找到？有他有骂那只羊吗？没有他把他的胸怀里面，然后回家跟所有的人说：“我失落的羊怎么样？
我又寻找到了，我找到了，你们要跟我一起欢喜快乐啊！神就在寻找我们呢，他就爱我们呢。所以你知道吗？牧师在一个教会牧会的期间，也不能用说啊，我只是一个过路客、出寡郎，啊，用这样的身份来牧会。一样的，教会的长子跟同工会友也不应该将牧师当成外人，甚至会说啊，这牧师我请来了，有没有？我就曾经会友在我的面前这样讲，哎，我以前牧会的教会，我们就要有爱餐嘛。有一个姐妹哦，她对我就很敬爱牧师，她会帮我盛饭，对啊后。哦，另外一个就酸他说：“哦，你怎么对牧师那么好？以前我们请的牧师吼，他就这样讲啊，你都不对他好嘞，你就没有对他那么好。”哎，我在场哎，他把牧师当什么？下岗啊！不用对牧师那么好啦，是不是？好，你知道吗？保罗一生牧养不少的教会，其中有让他很伤心的哥林多的教会。当然也有让他很欣赏、很怀念的教会，就是腓立比的教会。保罗怎么说？对不起，他说：“我每逢想念你们，我就感谢我的上帝。”然后呢，第5节说：“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教会啊。”我上次讲到也有提到这个教会，对不对？我希望我们如若教会也是一样，都是同心合意的，成为牧师的好的同工，我们一起来兴旺教会。好，最后一点，牧师一生的伤心还有喜乐。牧师会不会伤心？也会啊。有时候牧师会自己掉眼泪，会难过哎。牧师最伤心的是说同工没办法跟他同心啊，长子对不对？可能有些人想要当头啊，我是就听我的，你不听我的，我就请你走路啊，甚至就跟你敌对啊。然后牧师做什么工作，他就破坏，有没有这样的长子或同工？有没有？多多少少都会有，但是我们当为牧师会想到说，像农夫一样，他们辛辛苦苦所栽种的农作物或是蔬菜，会不会有病虫？会不会有病虫来损害？一定会啊！所以我们如果想到这样子哪有可能教会都没有问题？都会有啦，多多少少啦。好，已经过世的南门教会的牧师，也是我的一个恩师，他很疼我。吴茂生牧师，他曾经说过很多经典的话他常常说我说的话叫做胡说，他姓胡嘛，我算那样。好，其中有一句话就是，他说牧会有退休，但是牧师怎么样，永远没有退休。就像现在我已经退休了，好，哪里需要我去帮忙协助关心，我就去。我还是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我觉得我虽然从牧会退下来了，但是我还能做工的时候，我就一直做。神，我在这里，你差我，直到你接我回天家。真的，我们有很多退休的牧师，已经有些年纪很大了。像我刚刚讲那个弟兄，他的姐夫陈牧师95岁了。我们还有一个郑连德牧师，今年也99岁了。那都不能，已经也不是说很老了，就说年纪很大了啦。他还能做工吗？可以。他还能为人家祷告哎。有时候可能有人会请他讲道，他也去对啊，我的这个别当折那样好，吴牧师他也自己这样比喻，他说牧师要做口香糖啊。我们喜不喜欢嚼口香糖？好，牧师给你嚼没有关系，给你剥。可是就好像说，当牧师会碰到人家攻击你，
把你要侮辱你，但是你要忍辱负重。牧师说：“后来你可以嚼嚼，可是你不要把它吞下去啊，会给死啊，会噎死啊，懂不懂？”我也常常碰到很多这种对牧师很不善，或是很不留情面的，结果到最后的，我不是说这是因果论了哈，最后的那个结局都不是很好啊，真的，我不是说，当然牧师也不是完人啊，你知道吗？我也看过很不好的牧师，我也很难过。我如果是我该怎么做？我会做一个警戒。你知道吗？所以各位，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所以牧师献上他们的一生，为教会尽心尽力，然后作为牧师，他们就要走在羊群的前面，不是躲在后面呐。你出去整哦，我从周报看到说，我们这个礼拜六要出去报家一队，我刚才问校长长老我说礼拜六需不需要牧师来协助一下？到老在这里，他说可以啊，牧师你来啊，我们就可以到街头去布道，去发传单，去唱歌，牧师会带乐器来，老在这里那个壮亚声量，我喜欢，我还能够做工，那牧师就是牧羊人，就是要在前面带领羊群。为他们寻找青草，寻找溪水，就像诗篇23篇一样，青草地上可安歇的水边，引导他们，保护他们，眷顾他们，安慰他们，鼓励他们。真的，这是一个牧师的职责，也要将平安喜乐带给他们，要让每一个人的灵魂都得救，直到尽诚退休为止。所以这个好像写错了，应该是提摩太就像保罗说：“我已经征战好的征战，精整赫景，已经尽了当跑的路，已经守住所信的道理。将来有公义的冠冕为我预备。”对不起，这个我没有写好我这是拜托一个姐妹帮我做的我没有去好好检查一下。让我们用敬慕、爱慕的心，成为这些牧师他们的安慰的冠冕，也请我们用行动表示继续关心退休的牧师，一些他们夫妇的晚年的生活。我也常常看到有些牧师已经不在了，牧师娘还在，好像我们教会有一个潘牧师娘，对不对？牧师先走了，牧师娘还比较年老了。有时是牧师娘走了，牧师还在。他们有时候行动不方便，有些生病了，有时候看到说，哪一天我也会变成这样子嘛，也会很孤单。有时候打个电话问候一下，会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窝心。所以现在传福会总会总会有一些志工都是在做这些关怀的，打电话或是去探访，关心这些年老的退休的牧师夫妇他们，因为毕竟他们一生为主献身，有的无事情比较无厝通住呢。以前都住教会嘛，牧师馆现在台北的房价这么贵，怎么买得起啊？都要租房子所以有时候环境会感觉它很凄凉我们心酸酸的像我这个礼拜3我去中山教会一个中人大学去分享，就像他校长在说，他们有同学年纪大了，可是他的儿子跟媳妇说要把他们弃养，不再养这个爸爸妈妈，哇，他们就很烦恼怎么办我的房屋贷款我的还有生活费怎么办？后来还要开协调会、调解委员会，我只知道这样。我觉得不是只有牧师，一些年纪大的我们的父母也是一样，我们要尽我们的孝道，
尽我们的能力，让我们这个社会更祥和。好，愿我们都能够敬慕爱慕，来容神益人。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因着你的爱，让我们能够相聚在一起。也谢谢你，透过今天你所赐给我们的圣经约翰福音第10章，让我们更认识耶稣，你就是我们最大的牧者，我们是你的羊群，你是我们的主，我们愿意跟随你的脚步，也要认得出你的声音。谢谢你一生来栽培许多的牧师，成为神你的仆人，他们一生的献上付上的代价，主啊，求你纪念，也照顾他们晚年的生活，也让我们每位信徒将来我们所聘来的牧师，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同工，敬爱他，爱护他，能够一起同心合意来兴旺福音。就是祝福我们泸州教会将来让我们所有的长子同工都能够跟牧师一起好好的配搭，有好的服事来容神益人。我们将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回应诗，请起立，是为了爱。平安君王，谦卑来到世上，明亮晨星，照亮渴望的心。小小婴孩是尊贵的君王，耶稣将生带来爱和盼望，是为了爱，亲爱耶稣降生在马槽，是为了爱，背负重担让我的平安。谢谢天父赐下生命的礼物，谢谢耶稣以爱带来救赎。我们敬拜亲爱耶稣，你就是爱和平安，充满感恩，欢庆圣诞，因为耶稣为拥抱我而来。为了爱，亲爱耶稣降生在马槽，是为了爱，背负重担让我的平安。谢谢天父赐下生命的礼物，谢谢耶稣以爱带来救赎。奉献，请侍奉的同工侍奉施献。
今天有没有新朋友？我来简单报告。消息报告：今天是退休传教士奉献主日，请大家感恩退休传教士的在宣教上的贡献，为宣教前辈们的退休安养生活关心代祷、奉献支持。有意奉献的兄姐，请在招待桌索取奉献袋。第二，今天华语礼拜后12点15分召开聘牧小组会议，相关成员请准时出席开会，备有午餐。准备节目：圣诞赞美礼拜及庆祝会。各单位节目若有使用影音档，请先交给音控组测试。圣诞报佳音12月20日晚上7点报佳音小礼物包装。12月21日礼拜六晚上6点半街头巷尾报佳音。7点半教会前圣诞报佳音舞蹈诗歌献唱。5点30分，本来是5点50，现在5点30分，教会会为参与同工备有午餐。12月20日礼拜天圣诞赞美礼拜及庆祝会，欢迎邀请亲友一起参加，将耶稣诞生的喜悦分享给尚未信主的朋友。圣诞夜自己过目一下。准备资料，各单位请召开同工会议，规划明年度2025年施工计划预算，准备2024年施工报告，进行资料收集，12月31日前交件，一律小会审查2025年施工预算及会员合会手册编制。年度查账，请大家过目。以上还有那个秀兰长老要补充报告。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非常开心，一年又过了，我们要感谢上帝给我们这一年当中给我们过得这么的平安，我们时时刻刻都要来感谢上帝这样保守我们。好，我们这个下个礼拜日呢，是我们很重要的日子，圣诞节。那我们那天星期日是圣诞节庆祝会。那前一天呢，星期六我们有一个报佳音的活动，是晚上，星期六晚上，我们一起来同工，我们一起出去报佳音。那5点，你们各位同工，你们来的时候可以5点半来这里吃饭，有准备晚餐吃饱我们就一起出去报佳音。在这我们还没有聘到牧师这个当中，我们也要祷告让我们很快能够聘到一位牧师来牧养我们我们就一起每天就来为这个事人来祷告。那一天呢，5点半来这里吃饭，吃完饭我们就一起准备出发。在这当中呢，我们那一天呢，我们教会的同工好像有这套衣服，虽然是短袖，但是我们还是里面可以穿长袖，套这个红色的衣服，就是这样比较整齐。那如果那天很冷的话，我们就不介意说一定要穿这个，你们可以穿红色的，你们自己红色的衣服也可以。我们就开开心心来庆祝这个圣诞节，来迎接我们这个圣诞节我们就出去报佳音活动，希望大家踊跃来参加
我也希望大家都出席啦。星期六那一天，我们一起来同工，感谢各位，谢谢。上会诗，你是我的平安，请起立。仪式完，请陈牧师为我们祝祷。站立来领受神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充充满满的感动，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请坐，我们默祷闭会。